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30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本土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33个本土病例，其中家人的小吃店发生警察群聚感染，昨昏各加9例。目前这个群聚案已经为获48个人。另外，伫新北市的中和某一个社区，冒加7例，目前也唔知影感染源。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目前咱国内有几若大标出疫情，而且佫唔知影感染源，这是一种警讯，大家爱较密切的爱提高警觉。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即马开始所有的宗教活动，亲像是祭景、进香，民众拢爱拄过3档预防车才会当去参加，而且嘛袂使软脚骹。环保局人员到高市高雄站4个位进行都进行大消毒，因为有确诊者卡热，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离9拜1增加33例本土病例，其中家人警员小吃店群聚增加9例，台东宜兰家庭群聚增加3例，新北中和某社区群聚增加7例，三重埔业务馆群聚增加1例，大潭电厂群聚增加3例，高雄化工厂群聚增加2例，也有另外增加4县市拢总6件感染源犹太离境案件，其中台北有3例。包括一名有心妇人人，松山区的看护甲雇主，新北有2例，家人有1例，彰化翁仔某群聚2例。这是一个警讯，社区有多发的点，可以看到在新北这边就有2个，那台北有2个，彰化1个，基隆1个。因为家人小吃店延伸警察群聚案，累计已经48人着病，其中汉阳大学确诊教师捌有夜总会卡热。外界烦恼，敢是变成去年网咖地店的翻版？但是中共处理这种场所较复杂，已经展开疫调。当然会担忧，那不过今年比去年要比较多的经验。对于相关的一些流动的情况也有所把握。本土疫情相关，指挥中心呼吁民众清明节草莽细数爱分流，唔通集中伫清明节迄天。另外，台中大甲、定南宫、妈祖绕境等宗教活动也需要主办3剂新冠疫苗才会当参加，也禁止软脚卡也是抢救。不可以去钻脚卡跟抢轿，必须要接种满3剂疫苗的才可以参与这个绕境的活动。为了强化社区监测，指挥中心宣布协助发放公费快筛试剂的基层诊所也是卫生所，由272间增加到540间。民众若讲出现呼吸道症状的时阵，会当前往定点诊所，由医师评估发放家用快筛试剂，到回报快筛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家人的疫情，也搁咧炭烧，昨昏加9个6个人确诊，内底包括1个分局长，另外搁有1个卖厝的中人，嘛捌去过这间小吃店高管，嘛去会着，而且搁话转去处理，为互因兜的3个人。医护人员快速替来台检的民众采检，一时就完成规个流程。家人因为疫情持续摊开，市政府29持续加开台检站，除了民众来台检，海洋大学因为有师生确诊，未少大学生小招做回来检验。知道这边有那个公费的那个检疫站，就时间也比较OK， 然后就一起来检查这样。老师有确诊，然后学校就要求说全校师生、教职员都要去筛检。筛检这个预防啊，基隆这是很严重呢。家人29个新增加6个人确诊，包括1个各界警官，也有1个定人，捌去过银河卡拉 OK 消费。因为安尼一家伙3个人煞确诊，另外1个载过确诊人客的计程车司机嘛确诊，也有1个感染源不明。亲像基隆市警局线索的分队长，就好亲像查确诊酒醉的刑事小队长为着。我们的这一名分局长，他从外面刚好巡查这个远警执勤的一个情形。那回到了警察局，那在门口碰到我们这个指标案件的这一名小队长，那因为喝醉了，所以我们的分局长就搀扶的他回到侦查队去休息。警政署统筹调度警力，协助疫调警力，今日开始加入运作。记者打电话予线索的分局长，伊表示身体状况也会使。另外1个刑事局警官因为去家人讨论案件，会后食饭去拄到确诊的环境，所以被隔离。为了掌握家人疫情，医护会执行长王必胜连续3天守伫家人，希望暂断感染链。我们现阶段最重要还是先把这个潜藏的病例或者是刚发病的病例赶快把它找出来，那把它的这个传染链把它切断。
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亲像家人的台湾银行因应疫情变化，已经大告示规定工时间限20个人客入去。台南市长黄伟铁是烦恼，警界若做发生疫情烧话，会严重影响到治安，所以台南市警察局要求相关餐会延后暂停，还是缩小规模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新北市中和港一栋公寓昨昏有6个确诊者，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无排除是环境去污染到，即马内底12户拢已经先搬出来啊。另外，阁有一个大中和伫劳保局食头路的员工嘛去围着，目前劳保局有采检68个人，即马全拢阴性。那台北市伫昨昏有加3例，是台湾银行管前分行的柜台人员，目前嘛有扣47个人加入甲采检。不少民众前来中和警福里的市民活动中心，遮连续3天拢设有机动采检站，提供有疑虑的民众赶紧来采检。有怀疑就要快筛啦，不是说我们有跟他接触，只是说我们是服务业，然后为了保障自己、爱惜别人，所以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一个检查。新北市呼吁民众踊跃出来体检，因为新北29增加2例确诊，9例提出隔离阳性案例，其中6个人住伫中和港一栋公寓的123楼，有3人是1个人。目前公寓已经清空12户31人，也阁有2个人等待采检结果。除了同住家人有一个是5岁小孩没打疫苗以外，其他都有打过2剂或到3剂的疫苗。这里面的 CT 值大概从14到26都有，也有无症状确诊者有2位。指挥中心指出，港一栋公寓出现6名确诊，不排除透过环境传播的可能，而且专家进一步厘清。请环境的专家再去检视一下，他们愿意配合来检视一下里面相关，不管是排水预测、通风等等的，对环境再做进一步的检测。新北也阁有另外1名确诊者，是住伫中和的劳保局电话服务中心人员。这名50多岁女性因为脑痛、肌肉酸痛去采检确诊，CT值18.1，甲顶例1名确诊者有捷运站的共同卡热，感染源有待厘清。伊做过3期疫苗，属于突发性感染。立北劳保局紧急采检，共区域上班的68人全部阴性。我们这位确诊的电话服务中心的同仁他没有接触到民众，因为我们电话服务中心就是在接电话，所以没有接触到民众，所以请大家放心。台湾银行的管前分行29正常营运，也毋过前一暗进行清销。因为有1名20多岁柜员确诊，顶礼拜1号3前假后来出现脑痛等症状，送医采检阳性，目前人伫病院隔离治疗，甲伊密切接触拢总扣列47人，采检结果还未完全出来。除了有9位是他的同住家人，那另外有17位是他职场的这个同事，那另外有21位是他所设这个相关足迹的一个风险对象。另外，伫台北市的一间国中29也有200多位师生进行采检，15个班级是性教学，因为有1名教师是海大确诊教授的家属，另外南港一间国小甲内湖一间国中也因为有家长确诊，2间学校进行采检。记者综合报道。再做回来关心天气，今日下晡有微弱的风面会通过咱台湾北部的海面，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阵雨。做回来看温度。今日是透东南风，各地温度会继续回升。日时的是高温，伫北部、东半部大约是27度至29度，那中南部大约是30度至31度。下晡有微弱的风面会到位，会通过咱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阵雨。明仔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东北部会变天，会转凉，温度会下降。那拜六开始4天的清明连假，这2天冷空气到位，有可能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级数。中部以北温度较低，剩无15度。那北部、东半部会落雨，南部是会落阵雨。也毋过连假上尾2天，冷空气减弱，水汽嘛减少，温度会回升，而且有机会出日头。来关心经济部昨昏举行电价费率的审议会，早暗是公布讲4月份的电费钱暂时被调整。重要的决议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电价的调整暂不决定，那我们要做密切的观察，择期再开临时会来做最适当的一个方案的一个检讨跟调整。
经济部是表示，最近受国际上战事战争的影响，造成国际能源拢在起价。经过审议会讨论，准讲电费钱嘛对得起，安尼有可能会影响咱国内物价嘛会起价，影响是真大，所以暂时先按下。来关心行政长苏贞昌昨昏去立法院，针对303全台大失电做专案报告。伊是强调政府会加强风险管控加电网的设备，而且讲要拨1000亿，用10年的时间来改善。也佮针对钱变薄、物价起，苏贞昌嘛强调讲，家庭用规桶的家事暂时未起价，啊那进口的关税、货物税、降税这部分，嘛会延长到6月底。要再次向全国受影响的国人同胞表示歉意。行政院长苏贞昌针对3月初3兴达电厂事故致使全台湾停电的代志，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苏贞昌表示，因为兴达电厂的人员做修理了后，测试操作的时阵有灯打起，引起连锁效应，造成电网强势失去平衡，全台湾拢失电。未来除了加强人员风险的管理，嘛会加强电网的韧性。经济部长王美花按算以1000多亿的预算，以短期2年、中期4年至5年、长期10年的计划来改善电网。应该是他们大的方向，应该1个月应该是可以出来。1个月先确定大方向，然后并提出一个改善方向的计划。对。几个立委质疑讲，即个停电造成产业的损失是真正力，煞干那用电钱拍折来赔偿。王美花讲，台电是非营利的单位，照顾全国的电力。目前赔偿的规定是参考国际机制，用定价比例方式来补偿。另外有风声讲，即个停电，全国产业的损失是超过200亿。不过官方并无提出民间明确损失的金额。在立委的要求之下，苏贞昌指示经济部爱赶紧统计。所以什么时候可以推估出来？已经27天了。我请经济部能够就相关来加以估算，再让委员知道。立委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会连带影响油气成本增加，物价恐惊会行起来。苏贞昌讲，规桶的瓦斯6月底进前未起价，主要物资的关税甲货物税优惠嘛延长到6月底。大宗物资进口关税减免，本来到4月底，昨天再延长到6月底，就是从方方面面要来让那个物价能够尽量减少受到战争、疫情等的冲击。国民党立院党团嘛关心中央银行最近升利息，可能会对有就学贷款的民众造成负担。苏贞昌同意指示教育部往补贴的方向来建议。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咱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有监察委员调查发现，国军最近这3天申请退休的人数有8109人，其中士兵占9成。若最近10天，国军自伤行底路的案件内底，士官兵嘛占7成5。有监察委员认为，国防部爱去了解原因。来关心《中国时报》，小署公布这礼拜边境检验无合格字条，佮发现9批日本草莓农药残留超过标准，已经退回也是毁掉。目前嘛有发公文予日本，要求5月初6之前爱说明，爱提出文件，爱提出改善计划。来关心《联合报》。交通部的观光局公布各县市饭店民俗管理的比评，新竹、苗栗、南投、云林这些县市食饼摕到饼顶。对此，南投的业者是不满，认为这拢无去考虑都市甲庄卡资源无共有差距。若云林是解说讲，因为人力拢配合中央的防疫，国不将饭店的开早就较减少。来关心俄罗斯的外交部长伫日白时有表示，俄罗斯准备要限制无友善的国家因的国民入境俄罗斯，内底嘛包括咱台湾。咱外交部是表示，会根据俄罗斯公布的内容来评估。另外，进前华硕电脑红点名讲无加入制裁俄罗斯，佮继续咧出货。即马公司是表示，因已经暂停止出货啊。因为罗西亚拍乌克兰。华硕电脑进前去予国际点名，讲因无咧休脱离罗西亚的合约。华硕董事长施宗同到参加活动的时阵是无愿意加讲啥。了后，施宗同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讲，已经无出回去罗西亚。即个罗西亚入侵的行动引发未少民主国家的抵制。罗西亚决定以签证的措施来报复，会立法限制无友善国家的民众入境。对象可能是罗西亚初7暗公布的48个无友善的国家，咱国嘛伫即个名单内底。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сейчас разрабатывается проект указ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об ответных мерах визов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в связи с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ряд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Этот акт введет целый ряд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на въезд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и. 外交部讲，咱国会根据罗西亚公布的内容来评估因公布的这些相关的措施，敢会影响咱国的民众去罗西亚办公、商务甲旅游，嘛请外管来密切追踪，做整体的评估。他们自己还没有公布在这一项的这个措施，所以我方呢，我们会先等待俄罗斯他们先公布他们自己的政策，根据他们的内容，我们才能够据以评估相关的影响的范围。外交部嘛表示，目前还未接到民众讲申请去罗西亚的签证受到阻碍的情形，也若当地台侨甲留学生差不多有180个人，目前的生活是拢无受到影响。外交部嘛有甲因保持密切的联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国际上上新的消息，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超过1月日，双方伫昨昏和谈有重大进展。俄罗斯即马有答应讲要减少军事行动，那乌克兰是讲愿意加入中立国，要求全面停火。双方即马嘛无排除讲未来两边的头人会见面。上新的和谈的结果，要甲镜头交予人伫波兰的公司特派记者屈伟顺写证人。是乌俄战争呢有了重大的进展，在当地时间29号的下午，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双方的代表团是进行了会谈。那会谈上最重大的进展就是俄罗斯已经承诺会大规模的减少在基辅以及切尔尼科夫的军事行动。那美军也确实掌握到在这两个地区的军事行动有趋缓的趋势，不过在西南部城市呢，连日以来的战况却是越来越激烈。其实双方代表团呢，在会谈前就已经释出讯息，希望可以在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情况下呢，去保全乌克兰的安全。不过呢，俄罗斯方面可能会坚持要求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领土，以及东部两个分离主义存在的地方呢，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将会成为未来和谈的焦灼点。那如果未来和谈顺利的话呢，可能也会安排双方的领导人，也就是俄罗斯总统普廷以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会谈。那这就是目前为止乌俄战争的重大进展。那我们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俄罗斯拍乌克兰，即马有风声讲俄罗斯想要甲乌克兰分做两边。那乌克兰的军方是表示，因的军队已经甲基辅，也佮有西北边重要的城市伊尔平拢讨回来啊。即马敢若剩南部的城市马利坡增加较吃力。86岁的莫查诺娃老阿嬷，28坐救护车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伊是基辅西北城市伊尔平最后一批撤离的居民。老阿嬷落救护车，今日是势向前进伊的面，唔敢相信眼前这一切。Молюся Богу за спасіння, молилася. Кожний день молюся за солдатів, які захищають нас. 伊尔平是进入基辅的重要入口城市，经过俄罗斯1个月的空袭，大部分居民都已经离开。不过，长辈甲行动不方便的居民，敢会当无奈留落来，即卖会当再一次甲厝的人团圆，老阿嬷真感动。好消息是，乌克兰军方表示，经过全力抵抗，已经重新得到伊尔平的控制权。不过，市长甲总统泽伦斯基拢讲，说来会面对搁较激战。Окупантів відштовхують від Ірпеня, відштовхують від Києва. Проте все ж зарано говорити про безпеку в цій частині нашої області. Ми розуміємо, що на наше місто будуть ще напади, і ми будемо мужньо його боронити. Ірпінь – це Україна. 不过，南部的马利坡情况也是真惨。市长表示，当地已经有将近5000个居民死亡，其中包括210个儿童。就连俄国的国营媒体也去当地采访，不过报道看的角度完全无同。Они при мне вломились в квартиру, украинские войска. Ну как, с дома, с жилого дома вели огонь. Ну это нормально вообще? Это какая вообще мораль должна быть у людей, что сред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они прячутся? 那是进前专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俄国独立报新报，因为第2届去俄国官方警告，已经宣布暂停出版，一直到战争结束。新报的总编辑穆拉托夫去年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功营，即马说予俄国官方封口。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超过4.8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614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96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2,992例。中国的病例无包括香港有超过14万例，日本是超过646万例，韩国超过12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0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2500万例。疫情也咧全世界传 Omicron 的变异株 BA.2 传真紧，真侪国家即马确定病例也是伫头咧增加。有部分的专家就认为讲，未来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车，恐惊爱甲流感预防车同款，当年拢爱注射。新冠疫情拖全球超过2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已经有4.8亿人得病，超过609万人死亡，不过也注超过108亿剂的疫苗。随着疫情伫今年初有较转好，欧美各国也渐渐放宽防疫限制，不过Omicron变异株 BA.2 出现了后，疫情警报再度响起，欧盟主管机构呼吁民众要赶紧做疫苗加强针。These appear to be at least driven by the increasing circulation of the BA.2 subvariant of Omicron, which seems to be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other variants of SARS-CoV-2. For this reason, we continue to urge all citizens to get vaccinated and for those eligible to get a booster shot as well. 法国3月初的逐工确诊数较无5万例，到3月19逐工已经有10万例确诊。主要原因是法国3月14宣布伫多数公共场合唔免挂嘴暗，无做疫苗民众也会当进入公共场所。民众迄当时也搁咧欢喜，总算会当嗅到新鲜的空气。Oui, on découvre les gens. Ça faisait 2 ans. Moi, je suis arrivé ici il y a moins de 2 ans et j'ai vu tous les gens masqués. Donc aujourd'hui, je vois les gens non masqués. 若是法国、英国疫情也伫政府决定甲病毒共存了后，伫3月开始平盘，加上 BA.2 变异株的快速传播，包括德国甲意大利的疫情也伫解除防疫限制了后陆续增加。另外，亚洲的南韩一礼拜正式突破1000万人确诊，相当每5个南韩民众都有1人确诊。南韩过去一礼拜平均逐工新增40万例，99%拢感染Omicron病毒。不过数据显示，国内甲境外移入的 BA.2 变异株病例也大量升悬。也有中国甲香港疫情也继续摊烧，中国的清零政策、大量体检甲封锁的量能会当维持偌久，也引起真侪专家质疑。专家指出，因为 BA.2 更较歹政策，所以也防叫做稳型 Omicron， 传染力估计比 Omicron 强30%。加上防疫措施放零，体检率下降，做疫苗变慢，当咧替新的疫情准备完美的防护。已经有几份的研究指出，包括辉瑞、BNT、莫德纳甲交生的新冠疫苗，做了后半年来，防护力下降，尤其65岁以上的长者甲免疫系统较弱的族群更较明显。加上变种病毒会继续出现，也造成未来疫情真歹预测，做加强针恐惊真歹避免。虽然新冠疫情已经侵袭全球超过2年，不过人类又愿咧探索要安怎来对抗病毒。国际之间反对做疫苗的声音一直拢无消息。世卫组织坚持，当全球7成人口拢完整做过疫苗，疫情才会当得到有效控制。至少到目前为止，也无法度看到疫情的终点。公视新闻更完全编译。继续关心奥斯卡新影帝威尔史密斯伫颁奖典礼顶头共扇嘴皮，主办单位目前正咧调查这件暴力事件。若威尔史密斯本人落尾受公开回释咧，伊嘛承认家己的行为失控，而且无值得原谅。摕到奥斯卡影帝的威尔史密斯会后，家母参家人同齐伫庆功会上翕相留影，坐落来摕到小金人，欢喜唱起家己热销的饶舌歌曲。不过较早，伊伫颁奖典礼中冲上台，扇戏剧演员克里斯洛克一个嘴皮的失控行为，引起各界两极化的评论。I wish I had a man to protect me like that. Listen, nobody should be doing that. Okay, so we shouldn't even move to the second moment. Nobody should be doing the first. 奥斯卡主办方美国影艺学院是伫8月发表声明，公开谴责威尔史密斯的冲动行为违反影艺学院的政策。
当咧对这件事件进行调查，媒体分析，可能实施的处罚包括赶出影艺学院，还是暂停会籍、缴回小金人，还是失去未来竞争奥斯卡的资格。威尔史密斯随后伫 IG 发文表示，家己出于情绪化的举动，无法度互接受，也袂当互观众，伊愿意公开对克里斯洛克会室的也向主办单位甲全球观众会室的。也毋过，看伫专家眼来，电影段经过大风大影，真无简单登上影帝宝座的威尔史密斯，也有真侪功课爱做。Over the last 10 to 15 years had to rebrand himself in order to be relevant and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be able to move toward the goals that he has, including, winning an Oscar. That he now has to figure out how to do that again because he has opened up this Pandora's box that he can't shut. And now people are looking at him in ways that they had not before. 威尔史密斯目前除了亲自忏悔，上大的毋望恐吓就是。Hope the Academy invites me back. Thank you. 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今日核准50岁以上，也是免药不专者，会当做第4档Moderna也是 BNT 的预防剂，也毋过甲第3档中爱让4个月。来关心欧盟的相关国，荷兰、比利时、爱尔兰甲捷克，伫昨昏拜二的时，同齐用违法进行秘密情报做理由，赶走43个俄罗斯的外交官。俄罗斯甲乌克兰的谈判有进展，即嘛互国际上透一口气。股市头一个反应，上新的消息是美国股市3大指数伫拄则收盘拢有起，若道琼工业指数起超过300点。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即阵咱台东有出现确定病例，而且也找无感染源。接落来就是清明的连假，台东旅馆的订房率有小可受影响，也阁目前也阁有8成。若去东部的火车票，目前嘛也阁有。公路总局嘛有协调客运业者，有增加3个坐车的地点。因为确诊人数一直在增加，这2天台东县卫生局持续伫初鹿、关山、池上安排快筛，提供甲确诊者行踪可能有状态民众来做体检。这波疫情压起来了后，累计已经有10个人确诊，而且感染源不明。即马清明连假就要到啊，未少旅宿业的订房率已经小可受到影响。是因为这2天疫情的影响，所以大概有下降5个百分点。那大部分的客人都是考虑说饭店有没有做好防疫的准备。台东旅宿订房情形有较减少，不过也是以7-8成左右。面对疫情，业者是唔敢大意，拢咧强化防疫措施。也若离岛旅游的部分，台东往回绿岛甲南势的机抓，一直到清明连假，嘛要是客满。所以如果大家都一起都蛮去一起防疫的话，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突破。除了观光，还阁有回乡的人阵。清明连假台铁专线已经加开141班车，其中东部干线徛命济，回乡列车有6班。4月初5了后的票差不多拢卖了，目前并无出现大量退票的情形。售票率大概在72%左右。那在连假结束热门班次，那目前都是额满的状况。疫情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出有退票有比较增加的趋势。也若公路的方面，除了原本的铁公路连运以外，公路总局协调客运业者加开3个坐车的所在来往回台北甲花莲。另外有买宜兰、花东、台湾好行的套票，或者是有东部合法旅宿、带名的宾证，也阁会当有国道客运的优惠，用相关的配套鼓励民众搭大众运输来消透连假回乡的人阵。记者综合报道。若代替道路居住强豪拢崩空的排马事故，特别满一冬，各界即马拢正关心代替推动安全改革的进度甲状况。代替伫昨昏是表示讲，对去年6月份较呾，代替无阁发生大条的事故，也毋过一寡踏踏滴滴的小状况也是未少，也是有正大进步的空间。代替拖了过后，排马事件就要满1周年，外界真关心代替推动安全改革的状况。代替29召开记者会说明进度，表示自2021年开始推动6个76 33项方案，到达有9项陆续完成。我们安全改革这几项的部分能够有效的落实到现场的基层，所以后续我们也推动了安全管理系统的一个推动，能够落实把这个安全相关的意识落实到现场。未来在安全改革部分尤其在公力管理这一块，以及在所谓这个行车运转的妥善率这一部分，的确还要再增加提升。
根据台铁的统计，去年事故的数量甲今年同期相比平，重大行车事故为2件变0件，一般行车的事故为39件变34件，行车异常事件为424件变419件。台铁坦白，也是有真大的进步空间，会透过换掉旧车甲号志系统的提升来改善。不过，台铁产业工会是对改善成效提出质疑。因为在左右马事故之后，仍然会有建议说，台铁应该有一个员工自主通报系统。那像这样的系统，其实员工有真的去通报过，但我们发现说，好像员工有通报的案件，其实并没有在后续的事故通报里面，好像有看到相关的建议改善或者是检讨。那时候我们很怀疑，就是说，那这样的事故统计到底的明确的真实性是怎么样？交通部正在大力推行台铁公司化，外界关心公司化以后对安全改革有啥物帮助？台铁表示，即马确实较无寻求空间推动安全改革，公司化以后会使改善。不过，台铁产业工会甲企业工会拢认为，公司化毋是万灵丹，安全改革若是无基层的参与、劳动条件的保证等等，公司化以后成效嘛是会有问题。记者郭富根郑派文台北报道。上新的消息来看，好消息，这是每4档办一届伫法国举办的路易勒斯福世界杯做棒的比赛，咱台湾代表队昨昏摕到团体赛冠军，这嘛是咱台湾队史上头一摆摕到这个奖项冠军。这项比赛的主题叫做爱。咱台湾代表队是由教练吴武宪带头，用美女甲野兽做主题。评审是正肯定咱台湾队的专业甲创意，尾后就是摕到团体赛冠军。伫颁奖典礼，嘛有放散咱的国歌，而且佫有举国旗的庆祝。来关心7档前，有一个负责人，伊是骑奥多摆经过新北市永福桥桥骹，所以因为桥顶有一条电线垂落来，去交着伊的奥多摆，害伊跋倒，全害去后壁车弄死，家属有提起国赔。即马法官是认为讲，这条电线会落落来是永和区公所的问题，所以爱赔541万。画面内底的电线是拢有绑好势，我搭伫桥边。毋过2015年的时阵，有一个姓高的负责人，骑奥多摆经过新北市永福桥下骹的车路，因为电线垂落来，不幸发生死亡的事故。死者的家属指控讲，永和区公所甲外包的厂商有过失，提起国赔1350万。也那法院是认定讲，外包的厂商是干那负责路顶的维护，无甲电线绑好势是区公所的疏失。甲负责人死亡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判赔包括医疗费、丧葬费、甲精神慰抚金等等的费用，拢总541万外。本件车祸的这个相关的电线被人家私接附挂在那里，那永和区公所对这个被违规附挂的电线有排除的义务，却没有尽早排除。这个官司是拍真侪年，死者的家属为1审败诉，2审改判胜诉了后，去互最高法院发回更审。即马高等法院经1审，搁一改判胜诉。家属是无愿意加讲啥，也那区公所是表示遗憾，不过强调讲会搁再上诉。那这相关的那个作业疏失的部分啊，我们觉得就是说，厂商在巡查的时候，他都应该要先来通报我们来做处理。那他就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查到他是有一个通知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觉得他应该也要分担一些责任。这个事故发生了后，区公所有专门做检查，嘛成立相关的小组，定期整理电缆线。若是接到有垂落来通报，嘛会随派人去处理。民众的行车安全是无价的，政府就要好好把关，无应该让类似的悲剧搁一届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仔地动，加上落大雨，乡亲挖进山区一定爱细致。自八要暗5点外，新竹的尖石乡得60线27公里的所在，就发生崩山，双向的道路车路拢未通。因为这是尖石后山对外唯一的车路，所以乡公所嘛赶紧派人去抢修，即马已经恢复通车。车驶伫山区，哪使路顶的土石山哪济，驾驶雄雄看到山顶开始有动静。赶紧甲车驶倒退，无偌久，头前就崩山。这是新竹县尖石后山，连续落大雨，造成土石松软。28暗头发生走山，后山唯一连外道路未通啊。如60线27到28K 处于昨天28日18时47分发生大片的土石崩落，阻碍双向通车。
乡公所知影了后，赶紧派工程人员到现场抢修，一直到29早起6点外，总算是顺利恢复道路通行。获报以后，我就马上指示建设科来派遣我们的开口合约厂商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现场，然后希望能够最少单向抢通给我们的居民能够通行哦。地动佮加上小连续几天的大雨，山区土质更加松软。乡公所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去山区活动，那一定要上山得特别注意，以免发生意外。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台中科学博物馆的照看剧场，有是真侪游客介意去的所在。也因为时代的进步博物馆即马是决定要加这剧场改建。消息一出来，互真侪人拢感觉真唔甘。为空中看日月潭、伊大扫码头、甲光华岛这风景点拢看得到。毋那台湾，甚至连月球演化过程也拢会当伫眼前看到。台中科博馆的立体剧场，30年前开馆的时阵，都有先进的放映设备甲技术。即马传出5月要进入历史，有小学师生赶紧过来体验。一般电影就是往上或者是往前，然后这个是往下。觉得很有趣吗？小朋友可以用不同的视野去看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跟世界，我觉得是很好。所以我刚刚听到说这边即将要拆了，其实也蛮可惜的。因为空翕机甲缩时点影愈来愈流行，伊特殊是甲做出头的立体剧场，也甲有28台投影机，观众席会当360度转视的环境剧场，民众已经无兴趣。阁有设备机器伤老旧，放映规格愈来愈新，所以科博馆决定改建剧场。从上往下。俯视这样子的角度下去拍摄，那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可是现在空拍机的话，就很容易做到这件事情。最早说全盛时期这都是客满了，现在学生有进来就比较多。但是学生没有进来就比较少。周清志讲，当年放映的时阵，人踢得甜的情形也会记哩。两个剧场虽然到即马已经累积超过300万观赏人次，也毋过也挡袂掉时代的变。不过官方是预告讲，未来会规划全台湾头一个看舞厅，有这个信心会阁轰动。两个剧场的精选影片会伫最后1个月轮播，互老台中人会当找到较早美好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嘉义闽乡有一个算命先，已经过身的青眉先，捌替国内外元首算命，是闽乡在地的传奇人物。中正大学有办闽乡学，学生是经过1年的时间去整理出青眉先的资料，即马有举办展览，带乡亲咱做回来看卖。甲青眉先在世的时阵，替人算命录音带放出来听。中正大学的学生伫闽乡一路酒家的古迹举办在地传奇人物青眉先刘德兰的展览。有趣的是，他把过去一些音像档还原，然后让大家可以去透过聆听的过程，然后缅怀这一位曾经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相命师。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成果，而且很多人可以从他们的资料里面可以很完整的了解刘相氏。本名刘德兰的青眉先，捌替包括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国内外8位总统算过命。伫1970年代就全国出名。去年中正大学开办闽乡学，都有学生家己组团队，经过1冬的资料收集甲整理，完整小解这位传奇人物。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平凡人，这样让他做就是不平凡的事情。对，那可能我们也是期许说，就是我们团队也都是平凡，但我们也正在做不平凡的事情。他那时候有像是在台湾知名度很高，虽然他无形中他带动了那个旅社业的发展，这样子。大部分来住旅社，大部分都是要去看算命的人。这个展览用5个展区来小解刘德兰甲闽乡的关系，佮有伊的故事。策展团队表示，因佮有继续收集青眉先的相关相片甲资料，希望透过这摆展览，会当替这位闽乡的传奇人物找到更较侪的记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野草有芳味，会当混绑。高雄市的社会局即马有辅导家友去耕野草，即马家友会当靠家己的双手来赚钱。
第一家铝钱哦，这个底哦，拢爱用完。制作手工下草条，阿成已经是熟手。其实伊旧年才开始学，真侪家友拢坐袂牢。毋过阿成认真，手工真有。即马伊靠下草条已经开始趁钱。足好啊！啊无进前，甲你讲辛苦练一个月无，就是趁第一笔钱。讲哦，这倒啊较有味咯。阿成原底有路无厝，旧年佮发现家己着肺炎，无法度食头路。伊讲行草条改变伊的人生，改变做个啊，欢喜啊！讲啊，你也要创啥？买物件，你有钱啊！啊，这慢慢你也有销售出去哦，慢慢积少成多嘛。三民家友中心是旧年开办手工行草条的课程。10月起，就接到民众甲企业的订单，目前累积营收有10万，嘛有人已经离开家友中心自力就业。真的很高兴，哎呀，有一点点能力，可以自己靠自己赚钱了。希望伊未来行到一个会使独立的部分，阮就互伊进入社区内底大，啊，入去社区内底大了，哦，就开始会使家己去操作，哦，啊，就是讲，等到伊会使欠一寡资料，哦，会使摕家己的钱去外口税厝。社会局表示，会陆续推出农经、餐车等等计划，辅导家友就业，会当转去社区生活。记者陈嘉文、赖伟哲高雄报道。咱台湾有愈来愈侪少年家愿意转去故乡打拼，即马屏东的德产乡公所就编一本手册，是甲10个转去德产的少年家打拼的故事写落来。10位德产青年回乡打拼的创业过程，记录伫这本顿笔手册内底。德产乡公所专工编这本册，除了做一张观光地图，互游客好佚佗，也互更较侪人同齐来见证在地青年精彩的人生故事。公所人员很用心的做这些刊物，让我们就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子。政府跟我们在地青年的有一个连结。那出书的含义更重哦。那透过一个书本里面的一个介绍，可以把一些返乡的青年呢，在这几年在竹田努力的一些成果展现给大家。我想这个不只对一个乡镇的一个推广，更是对这一些返乡青年的一个鼓励。顿笔这两字是德产的具体号名，因为这伫日本时代是重要的货物中心，而且顿笔伫客语也就是甲物件顿起来、捡起来的意思。这本册也甲在地过去的历史甲今卖的发展连接起来。我们做了一本年轻人回乡的书，这个部分呢，就是地方创生非常重要的。年轻人回到乡下来呢，发展他的事业，第一个可以照顾他父母亲，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生育力哦。有愈来愈侪少年人愿意转去故乡继承家业，或者是一步一脚印创出家己的一片天。其实就是毋望家乡会当愈来愈繁华，发展有特色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果子王国，即阵食枣仔当着时，枣仔是拍搁脆有汤，而且甜度搁悬，产期会当对逐年的12月份到过当年的4月份。毋过今年过年过了后，枣仔要大出，却拄着连续的上大雨，所以嘛，互农民爱加费一寡心思来照顾。一粒一粒青嫩嫩的甜蜜枣仔，虽然外表粗粗，不过若水分济，甜度搁悬，互人食到脆软脆脆甜。好不好吃？好吃。它的肉质绵密，皮又薄，水分又多，正常的甜度可以到达16度以上，产季可以到达4月底。如果以正常的产季没有遮雨棚的话，大概到3月底就差不多了。甜蜜枣仔是高雄改良出来品种，正受到国际欢迎。今年阁小煞拍入法国、英国的市场，而且这个品种也技术转移，予屏东县高树乡透过水资源保护区的优良环境，种出高品质的枣仔。我们是水资源保护区我们这边的环境非常适合种蜜枣。今年的蜜枣跟往年一样，条件虽然比较差，但是呢，它的品质依然那么好。因为今年寒天雨水较济，枣仔惊水较到造成断点，也是想把水避开，互农民是爱更加用心打拼来守护这寡青色的宝石。记者综合报道。
再去看世界，来关心穆斯林的在解月第4月份要举行。不过即马因为受国际上的战争、油价起的影响，第一年孟加拉这穆斯林的国家因物价嘛直头咧起价，钱变薄，贵到准拄煞，即马有诶物件有钱嘛买无。市场内底肉品业者当咧处理食材，要应对都要开始的在解月，不过传统市场的买气却无过去这么热烈。 Otomatis sekarang pembelinya jadi menurun karena harganya belum bisa stabil benar. Nah, dari sebulan ini harga udah mulai naik terus, belum pernah ada turun. 穆斯林的在解月要伫4月展开，对于全球上大穆斯林国家印尼来讲，过去在解月进前物价会起，不过今年佮受到国际油价大起影响，总地原油嘛真欠缺，或是用油的价数起真大，甚至是因为欠货买袂到。 Mahal banget Pak, bukan mahal lagi. Kadang kemarin malah nggak ada, sempat nggak ada tuh di pasar sana tuh. 另外，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印尼总统佐科威捌伫3月警告，国内物价会受到影响无稳。印尼的央行表示，会尽量甲物价的通货膨胀的指数控制伫3%到5%以内，缓解继续起价风险。卖伫宗教庆典之前，确保食品的供应甲分配。 除了印尼，目前的物价嘛愈来愈惊人，特别是在解月需求真大的水果，因为进口减少，和水果的价数是起超过3成。রমজান উপলক্ষে আমি মাল কিনতে আসছি, মালের অনেক চাহিদা আছে, কিন্তু রমজান উপলক্ষে সামনে মালের দাম অনেক বেশি। আমরা যে মাল আগে কিনতাম 2700-2800টাকা, সেই মাল এখন 3800টাকা。物价起真济，互当局推出补贴计划，用大货车载物资供应商品，互低收入的民众限制采买。只是因为物资的数量有限，所以嘛会当常常看到民众约货车买物件，永远有可能买袂到的状况。公视新闻台视同朋友。 地球的咱北极，即马这2天拢有重大的发现。北极的部分是有科学家发现，讲伫加拿大北边的海底有地层凹落去，这个凹凹有200公尺长、47公尺宽，深度有24米。也若南极，伫南极的东边有发现一个冰鸡仔嘛咧扬，若这个冰鸡仔面积真大，是台北市的一半。 科学家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卫星翕到南极大陆东边哥连泽冰湖面临南印度洋边界。第2月底状况也良好，3月初至3月中煞开始快速消退氧气，互科学家真烦恼。南极伫较早几60年来，边界氧气的现象大部分出现伫西边的南极半岛，也就是甲南美洲阿根廷相对看的所在。 较早边界氧气面积甲规模较细，南半球东归一个角，冰势变高，对全球海平面的影响有限。为2020年，南极东边的冰河开始缩小面积，不过嘛是以每天1平方公里的速度减少，这是自然现象。一直到3月初，情况开始有改变。Slow changes that have happened, relatively slow changes that have happened with the ocean warming and the glacier flow. One fast thing that happened was that. Weather event last week, and so that I wouldn't say that it's the entire story, but it certainly added a pressure onto those ice shelves that we haven't seen before. 研究人员所讲的气候现象是指发生在3月15日大气河流。这种气候现象是指高浓度的小气沿真 AA 区域快速向前，对已经在消退中的边界造成真大的损害。 大面积的边界氧气消失，科学家伫烦恼未来海平面会明显欠悬。另外，美国蒙特瑞尔湾海洋研究所伫加拿大北边的北极海域发现大面积地层塌落去，上大坑长度220公尺，宽度74公尺，深度24公尺。研究团队怀疑，除了气候暖化、温度欠悬、地下水慢慢流动，这原来是北极海地层塌落去的原因。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 有咧请囡仔，囡仔会拢知影，这囡仔大真紧，囡仔衫一时啊就袂穿啊。即马衫是俗俗啊，要爱少块买就有啊，也毋过一直买实在是真无彩，真讨债。英国即马就有业者推出用婴仔衫、细衫、租衫的平台，逐个月敢若爱开1000块的台票，就会当互囡仔穿甲水当当。 厝内底有婴的人上爱洗囡仔衫店，因为囡仔真够大，常常爱买新衫。英国一间业者看出这种需求，推出婴仔衫出租平台。 We developed this range so that it'd be super easy for parents to mix and match and create really cute outfits. So you can see like this little outfit,
or you could match it up with these, or you could put these with this cute bodysuit. So it's super easy to make really sweet outfits. 这间出租平台有几啊间品牌，消费者用透过网络选套组，或者是自由选品项。一段时间了后，囡仔若较大汉，就用换较大领的，每个月租金差不多新台币1750到1450块，用互父母省7成5的买衫的钱。业者透露，自从2018年成立以来，已经有上千的用户。而且资助不必被环保出世，更欢迎用伫婴儿七卡床的抓紧电源，因中学使用品牌是愈来愈受欢迎。 In here, you have your wipes soaked and ready to go, so they're as convenient as a disposable. And you just grab one and wipe whatever you're wiping, and you can use all the sides, so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 wastage. The dirty ones go into this box, into which you have some water. And then when you're ready to put a wash on, you'd lift out this bag and throw the bag in the wash. 这间专门提供因中学使用婴儿布巾加卸妆棉、生理用品的业者表示，这2年因的业绩成长真紧。 高升过去4、5年之间，省内相关用品超过8000万片。用布做的旧珠啊，也是真侪家长的新选择。有业者用竹纤维取代棉仔做的布，因为竹纤维吸水能力较强，竹啊也比棉仔大较紧，而且同款会用果水的度香，好看佮好用。为做婴仔衫到中学使用，油珠啊加布巾，厝内底有婴仔家长除了用省钱，也为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透东南风，各地温度会继续回升。日时的高温伫北部、东半部大约是27度至29度，若中南部大约是30度至31度。提醒乡亲，今日下晡有微弱的风面会通过咱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阵雨。若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东北部会变天会变寒，温度会下降。 拜六开始，4天的清明连假，这2天较寒，冷空气有可能会达到第6冷气团的级数。中部以北低温敢若剩15度，北部、东半部卖落雨，若南部是局部阵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29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9度，上悬有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有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至25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